在。星斗维尔万世长存，其有孔圣周游列国，推道迅速，天下启蒙，仁义正道，万物皆应。16自觉守乎一城，孟子性善四端之发，心别义立一身大功，其为气也配异于道，至大至刚至妙至灵。苏武困胡历19载，汉节手握心在朝廷，威胁利诱不入使命，饮血吞占不灭忠心。诸葛孔明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，只求全忠。忠臣一手应成力取，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？杨家将士一门忠烈，精兵猛将条条忠魂。岳武木匠精忠报国，12金牌何惧死生？荡气回肠，家国天下，志节参天，满江红中。宋末三杰铮铮傲骨，山河破碎，人烟苟存。成人取义气，写正气，歌咏千载，天祥人品。张巡包拯，何人不是？在世忠义，死后留名。陆祖金公何统印证，奈何一世独忠一心。公常仔细八卦芦荟，大开普度芸芸众生。大考大验，大愿大行，尊师重道，忠义双成。历代圣贤先真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如